由议员李宗翰、蔡小伟甲吕维英共同发起，无论三级警戒是毋是伫咧7月中来解除，都应该准备恢复大会。3位议员认为，议会长期的宴会可能会影响民众对议会功能的质疑，而且台南市议会早伫咧去年11月就已经针对疫情制定视讯会议的作业准则，呼吁议会参考视讯咨询的模式。恢复会议，我们共同在台南市议会呼吁，希望我们在7月12号，无论3级是否解封，我们都可以尽快的恢复大会。因为像现在立法院其实是透过视讯会议以及他现场到场会议来进行他们的议程推动。那台北市其实他们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休会过。那台南市目前到现在，从5月延到现在，其实接下来还有70%的代议士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进行所谓的总质询，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11月其实就已经发布所谓的视讯作业相关规定，那代表着其实议会早就已经准备要进行所谓的远距质询相关的工作。那但是到目前为止，疫情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在7月12，无论疫情是否解封，都可以尽快的让我们的议会展开操作，避免让民众觉得说，这段期间那议员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质疑议会，甚至质疑代议士的本身。针对执政党议员的呼吁，虽然无共政党有无共的意见，不过议长郭新良嘛表示，台南市议会一切拢准备好啊。不过防疫期间，嘛是要看中央政策的规范。如果坚持要开，嘛要先透过政党来协商。是否大会要继续开呢？那我们必须要有法源依据。那台南市议会向来都是超前部署，在去年7月份，大会就已经通过。万一呢议员染疫的话，那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会议。那我们已经大会通过以后，报行政院核备。那是议员染疫，那在议员没有染疫隔离之下，要来召开视讯会议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等大会开始以后，我们就交由大会，如果同意了整个案子，那我们才报行政院同意的后，那我们就有法源依据。那我们的视讯呢，可以同一时间呢达到300个人呢来做视讯的会，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呢在表决方面，因为没有法源依据的话，会产生一些的疑虑。那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那至于呢，议员建议要召开大会恢复大会的话，原则上呢要经过政党协商以后，那要召开的话，我这边台南市议会都准备好了，随时没有问题。3位议员担心，因为目前超过70%以上的议员还未进行总质询。就算7月12日恢复会议，整个议程恐惊要到9月底才会结束。到时10月还阁持续进行下半年的预算审查，恐惊会一拖再拖。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